唔係啩？手術過程中都可以加錢？在短片当中，我们就看到了有几位患者全都是在手术的過程當中遇到了加價。我們先想問一下，就是這種行為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行為？冇錯啊！依家啲黑醫院真係好誇張㗎。下面揭秘一下黑醫院嘅日常套路。好多黑醫院佢都會安排醫托到醫院周圍，以患者嘅身份同你傾偈嘅，然後咧就話：哎呀，我喺邊間醫院已經醫好咗啦。然之後將你介紹過去，誘騙你到黑醫院睇病。另外咧，佢喺網上都會發布一啲根除百病啊、獨門秘方啊咁嘅廣告，偽造健康嘅案例嘅。如果你上咗當去咗黑醫院睇病，佢就會誇大病情。比如你係普通嘅炎症，佢就話係癌症晚期啊。然之後咧就叫你照 CT 啦、基因檢測啦、磁共振啦，一大堆檢查做完，結果就同你講冇乜嘢事喎。呢個咧就係呃你檢查費。另外佢仲可能捆綁套餐消費，例如視頻開頭講嘅手術過程中加價。仲有咧就係自稱自製嘅神藥，成本幾十蚊賣到幾千蚊、數百蚊俾你。仲有一個就係維權陷阱啦。你睇完呢間醫院結算嘅時候咧，佢係唔會俾到正規發票你噶，佢只係會開一張手寫收據俾你。治療冇效咧，佢就會同你講係因為療程未到，所以冇效啫，拒絕退錢，甚至威脅患者。下面同大家講下點樣防範黑醫院。首先咧，我哋要查一下呢間醫院嘅資質。我哋喺國家衛健委官網咧係可以查到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嘅。如果呢間醫院係冇呢個許可證嘅話，你就小心啦。另外，醫生都要有醫師執業證書嘅，要警惕用嗰啲什麼門診部啊、專家啊等頭銜嚟忽悠你。另外一個咧就係要防止廣告，所謂嘅包治百病啊、100%治癒啊，有呢啲宣傳語嘅就認真要警惕啦。仲有啊，做決策嘅時候要謹慎啊。黑醫院同你講有咩病，最好你就跑多一間醫院再睇睇。複核一下係咪真係有咁嘅回事？拒絕冇明碼標價嘅項目，保留收款憑證。仲有啊，喺大醫院出嚟好多主動搭話嘅醫托，千祈唔好理佢啊，直接揾保安或者報警。就醫時咧應該保持理性，遇到欺詐要保留證據啊，可以撥打12320衛生監督署舉報。好啦，今期就講到呢度，大家下期想睇乜嘢可以喺右下角嘅評論區講我聽。